Hello，哎呀，大家好。今日係2026年嘅2月28號。係啊，點講咧？就係、唔知你，因為今日真係冇諗到去落雨啊，因為個天氣關係啊，所以我就唔可以再做咁拍攝嘅。係。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係2026年嘅3月2號啊。咁啊，我覺得今日嘅天氣應該好好啊，因為我出嚟嘅時候冇落雨啊，哇！特別突然間又開始落雨啦嘛。因此啊，我就感恩嘅最大嘅黑馬唔係地王啦，最大嘅黑馬點解咧？因為呢個運營商呢個中標者係中電聯動啊，中電聯動呢個係 CLP 嘅子公司啊，係電力系統嘅 number one 啊，所以啊，我好期待啊，我好期待呢兩個站有全新嘅，或者係俾香港嘅加油站轉變係充電站嘅一個堅定之作。係，我而家咧就睇翻啦呢個標示，各位你睇下就我陣間睇，後邊就係我哋專電嘅變電站，因為我車輛過有呢個變電站過嚟，一共有117米，117米，我覺得已經好哇，好平啊！因為咧如果有點講咧，唔論係貨運或者係乘船，或者係可以話呢個站係未來真嘅好期待。仲有啊，我將呢個視為教科書級，因為咧佢好有意義啊！你睇大埔啊，佢隔離就係佢唔係隔離係呢個窗呢個嗱呢個就唔講佢啦啊！嗱，點解叫做教科書級？因為你佢嘅後邊一層之隔就係大埔政府下樹，佢哋對面啊，對面係學校南村公立黃福龍紀念學校，所以咧，我都覺得呢個就係未來，係中電聯動呢個公司改變嘅，應該真嘅都係佢具有時代感，好特別嘅，得出中華能源地壇真正就係叫做 ESG 呢個工程嘅典範嘅標準，真係會好期待。OK 啦，因為而家都落好大雨啊，我哋先拍攝下到呢度啊。
我下一次啦，天氣涼嘅時候我再返嚟。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係2026年嘅3月13號合作啊！今次係我第三次嚟到廣福道啊264呢個地塊啊！哇，今日嘅天氣哇好好啊！大家都可以睇到陽光明媚啊，萬里無雲。哇，真係好舒服，好舒服嘅。其實我今次嘅記錄咧，其實我唔想做自己嘅諗法啦，都唔想講太多。我都希望咧，呢個地塊嘅街坊啦，同埋其他嗰啲類型嘅工作人員，我問問佢對於未來城市能源有咩諗法啊？我啱啱睇到一部Tesla，我試下我哋去問問 Tesla 願唔願意做一個訪問啊？司機冇喺車上，咁咧就如果有其他嘅司機嘅時候，我就係問問佢願唔願意做呢個訪問咯。我而家就嚟到264旁邊嘅隔離嘅經過10日，我問問呢個工作人員願唔願意做呢個有一啲訪問啊？I'm very lucky 啊，好榮幸就問下旁邊一位係中國石油嘅一位同事哥哥嘅我嘅開始啊，好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ong Mark， 呢個就中國石油嘅呢個工作人員哥哥，係好似想問下你知唔知就中國石油係上個月2月嘅時候係千億西路啊，仲標一個地塊，呢個地塊係近期港府推出嘅最大嘅一個地塊，我唔知你有冇？唔清晰嚇？唔清晰啊！係你關於點嘅呢個地塊未來施工嘅時候，會唔會對你造成一啲嘅影響啊？咁樣啊，或者你可以傾就關於未來啊旁邊嗰啲嘅諗法咁樣啊？嗱，公司立場我唔知，咁但係如果你個人立場就老實講一定有影響嘅，即係咁佢始終都係一個充電站，咁我哋做加油站嘅，咁你個個都轉晒電車，冇人入油，我哋都難搞，係啦，咁所以影響一定有嘅，咁但係公司立場我唔知，係啦，我亦都唔代表公司立場咁樣。因為呢個地塊好特殊啊，旁邊就係中電嘅 COP 嘅變電站，有 Shell 嘅 NGV 嘅，係佢如果轉型為充電站嘅時候，佢嘅電量係好大嘅，好大細。跟住，因為我又唔知道未來施工嘅時候有其他嘅動作嘛，所以不如咁樣簡單啲咁講啦，即係你講佢哋施工會唔會影響到我哋咧？咁一定會有影響嘅。咁但係你話最終佢會點樣做，有啲乜嘢大影響，會唔會阻到我哋出入？我唔知啦，係咪先？畢竟佢未開始，係咪？咁佢要做嘅遲早都係會做，係咪？咁可能佢會喺長伸過去，未必影響到我哋。咁呢啲冇人知，係咪？咁要去到佢真係做嗰一刻，我哋先可以答得到你，係咪？咁佢 at least 即係而家呢一刻，你問我真係答你唔到。但係到佢真係做嘅時候，大家到時可能再睇下，喂，如果佢真係可能封咗條路，或者 whatsoever 影響到生意嘅，咁當然唔係咁好啦。明白。咁我就多謝你，多謝晒你。真嘅，我覺得對於自己嚟講，呢個石油嘅
朋友啊，其實都好親切嘅，好親切，真嘅好愉快。而家我睇到另外有一個呢個電車司機，我去問佢，睇下佢可唔可以方便做一個訪問啊？我好榮幸就又遇到一個好靚嘅一個女司機，所以我就想同佢傾多聽下佢對未來充電站嘅嗰啲嘅意見。係，你好。我們就是在這邊和學校來往。哦，就是這邊和學校來往。對，因為我沒有其他的用途，我們這個就是過來接 baby。就是這邊基本上就是配上充電，其實很方便學校，但是我們基本上用不到。哦。我們是家裡面。家裡是7000瓦的那7000瓦的。對呀，它專門配的。專配是 Tesla 專門的。特斯拉的，對。它的一個充電樁。對呀。然後連在車位上。對呀。哦。那它一個月的費用是？我不清楚，是先生裝的。哦，您先生裝的啊。OK， 那原來這個充電站，它10分鐘能幫你充好，你會願意來？當然願意啊，願意啊。啊，對，我就想做，因為其實我知道，因為大家就方便嘛，因為那個7000瓦的，可能你一個晚上就充好了，差不多應該10個鐘，10個鐘可以充好。哎，但是呢，這邊它必然是，它會配不低於40%的，就是 GB7 和 IEC， 就是我們所說的國標和歐標都可以兼容，很方便啊。對，所以說，因為港府它是有要求，就不低於120千瓦，但是呢，可能就是在接下來的話，可以做到就是600千瓦，當然要看那個電池。所以說，我們可能估算大約10到20分鐘，可能會。它會很快，一般充電都沒有這麼快的。很多一般基本上1個多小時才能充滿。這邊應該會用到很大，因為學生這邊開電車的很多，接來學生的，每天都在這邊接放學生，很多的。都會很多的。很多，你到他放學的時間點，今天是周五，是2點半左右放學。會有很多家長在這邊接。OK， 好的。別人裏面也很多，開電車的非常非常多。因為其實我們是很期待，我當然是保持一個中立，但是作為綜合能源電力的，他們的可能對未來能源的概念，這個場站它的設計，和包括說它的配置就像可能簡約，但是它會更科技化。因為現在其實像內地也好呀，就是國外境外也好，它有很多新能源的車，而且新能源車也是未來的趨勢。所以對於我們講，我們其實內地我們也是新能源車，我們在香港也是新能源車。這台車是我們後來首買的第一台車，所以選的新能源，因為它其實很方便，可能就是沒有加油這麼多能夠隨時隨跑。對於我們家居來用的話，接送朋友、接送小孩一定很方便了，OK 的呀。那你覺得現在香港的充電設施覺得多嗎？並不是特別多。我們有一次充電在市區沒有電了，還是在地下的特斯拉專用的商場去充的。OK， 所以並不是特別方便。好，至少這邊應該沒有太多。這邊，完全是可以滿足的。這個地方其實大部區這個地方其實很 OK 的。是，你有考慮？現在港府運輸署就有在推那個港車北上，你有申請嗎？我沒有申請。因為我們在內地也有房子，我們內地也有車子，車是停在口岸，所以我們過去只需要把車開到口岸，然後到那邊換我們內地車就 OK 了。是，明白。那非常感謝，再次非常感謝。OK， 好的。拜拜。 OK， 非常感謝。那我給你個禮物，接受。